头起先来关心的，就是这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全台湾天气是安尼冷叽叽。马祖的南竿呢，今仔日透早是11度8，也那新北市石门也甘那12度4尔尔。气象署是提醒讲，尤其是今仔日暗时一直到明仔载天光这段期间呢，会搁来寒一届，各地气温可能甘那14度至18度。北部民众厚衫、厚外套穿伫咧身躯，日手上强的冷空气到位。拜三透早，全台上低温出现伫咧连江南港11.8度，新北石门嘛干那12.4度，真正是冷叽叽。根据气象署的资料，拜三天要光的时，北部、中部普遍低温伫咧14度至16度，南部华东地区嘛干那17度至18度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三暗到拜四的天光会搁寒一届。预计到了明天清晨，气温还是偏低哦，跟今天蛮类似。大部分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15度左右的低温。不过到了明天的白天，跟今天相比，气温就会稍稍回升。气象署指出，拜四日是东北季风减弱，天气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回温。尤其是到拜六礼拜，各地高温有机会来到26度至27度，甚至南部地区会来到30度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各地半暝和天光拢干那10几度尔尔，早晚温差会差真大。那接下来回温的话，会一天比一天逐日的回升。那整体来说，预计大概到周末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在北台湾以及在西半部地区的话，大概白天高温可能在26到30度之间。今仔落雨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拜三北部、东半部地区会开始有短阵雨，不过整体水汽有豆豆减少，袂像前几天安尼直直落雨，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。也那中南部同款是侪云好天的天气。记者戴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。